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4，罗马书2章7节安尼讲：遐会坚持做好事，追求阳光尊贵，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坚持做的好事，追求阳光尊贵，甲袂败坏的性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公义、慈爱、佮信实的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道路完全，你的判断真实，你的所行正直，主啊！你用荣耀做衫，用尊贵做冠冕。你的国度存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愿要学落你无煞，主啊！你的话提醒阮，你看重的毋是外在的行为，更较要紧的是内心的持守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无追求世间的虚荣，甲短暂的荣耀。主啊，你乃是爱阮，坚持做好事，追求阳光尊贵，甲袂败坏的性命。就你要赐阮永远的活命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